你来找我。你来找我是要讲哪话？你免问我问题，你是毋是讲先一个问题，头前一个问题我知影，无我要安怎？可以咱袂答啊，敢是安尼？伊讲那伊也嘛无啥物答案，其实有要问个问题，你才甲我讲。我问迄个问题，才甲我讲吼，你嘛爱说老爸前呢，咱若来搁大学看，就是怎么是吼？你若老爸前，那是较好可能。你这若无老爸，这是无好可能。所以呢，因迄个老师迄个主任是无老爸啦，我想好啦，意愿较来啦吼。你问哪话就去问哪话。所以迄个当中讲啥个证明比较精啦吼，艺术佫是讲到底。咱我意思讲，今日咱伫即个社会，你是一个因为文艺的地，但是咱正是一个课题的地。这个课题地好考无？这个课题地比文艺地较歹考啥？文艺地考无过，实在是安怎？实在是无去名嘛。课题地考了到底吼，骗203吼，骗203吼，对不对？所以今日咱伫修道内底当中，实相向的出发，包括着一切内底相当的课题内底。所以今日咱大家回来听啊。既然要死，既然即时要来，咱就靠在所在。无论心多慌，路多长，修多苦，半多难。过程是新的宽度与新的深度。只要画出使命的脚步，前面生命啊就会有出路。好，无论心多慌，路多长，修多苦，半多难。这是一个是一个课题，是听好哦。只要你画出使命的脚步，这个事情前面头一个出来的安排你啊。好，理解绝对不要害怕。所以我尽量讲，基础我们这个黄经理一个弟弟，他叫黄兄。伊就迄件咱书中的讲来话了后，伊即马本来是要倒来，但是咱书中啊鼓励了后，伊煞无倒来，真怪难过泰国，伊即马也可以走，已经开出来，前面就有出路，真的前面有出路。所以今日爱上每一个同修，咱好想每一个同修，咱一定要坚持咱这个使命。坚持咱的责任，因为人生像漫步，一个人漫步。咱这段班会就不利于咱怎么后半段人，这半段班会就不利于咱怎么咱生活一段一段，但是每一段都是每一段的考验。你这个不考验，你或者迎接着后一段使命无？你这段无甲你考验，你当咱迎接后一段的这个使命，无可能。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，所以考验是摆代志，但是你要接受，好，因为9点35分，剩30分，日子当中呢，咱各位